我看到一支车吼，是要用来拉的吗？对，泰哥，你当来拉看嘛，这就是因为吼，咱咧录，因为咱长时间咧录嘛，录8点钟嘛，咱爱想着爱来甲拉好叮当一下，啊，互伊的色水较招魂，袂讲咱浮面顶色水就变伤深，安尼色水会较歹。这个应该是酱啊啦吼，顾存啊来酱。对，来泰哥，你来拉看卖啊咧。金骨金骨，啊，你唔着较深咧，哎呦拉落拉较深的啦吼。嘿啦，其实咱即马咧拉，咧甲拉叮当就是吼，互咱的能会当色水较平均一点，均匀一点啦，嘿。啊，拉得就晒咧，啊，咱差不多再过差不多半点外钟啊，1点钟以来，嘛是爱来拉叮当者。你看嘛，咱1点能炒偌济呢1500。安尼又上万，我跟你讲，这点能拢总25000粒。啊？25000粒。对。因为这1点内底拢总差不多400斤的烟土的量，400斤就差不多。一斤的烟土能差不多才60粒。啊，这是毋是要分开卤？比如讲，咱即马卤这鹌鹑蛋，啊，若是卤一般的鸡卵，爱分开。分开咯。啊，豆干呢？豆干嘛是分开咯，嘛是分开啦。这有一个计势，其实你要有一个支撑点在遮。我让你拉，哦。有疗愈无？